后来，这个连锁的餐饮酒店抢国际观光客，伫个南投的日月潭开12亿起93间的套房，会当270度看到日月潭的光景，啊，实在是真无俗哦。这个双人房住一暝爱32000。南投日月潭翠绿的湖面倒映蓝天白云，名潭美景有真日摆登上国际版面，吸引各国游客来佚佗。连锁的餐饮酒店集团看准国际观光商机，开12亿打造93间全房型，拥有全湖景的酒店。凊彩一间房间落地窗看出去，拢是日月潭的美景。每一间房间拢会使浸温泉、收美景，才高级豪华享受。介绍自然无俗，双人房一暝爱32000块起跳。当然看你个人的口袋，自己的需求啊。我是觉得还可以啊。可以啊，非常手机。度假旅游1000块美金，在国际间也不算是很贵的，争取更多的国际观光客。日月潭上有价值的宽湖地段，有4间5000级的高级酒店。水社码头有2间，一间是新加入的汉来日月行馆，双人房都爱32800以上。隔壁含碧楼湖景双人房19000块到32000块。因日月潭社区面顶文武庙边的分品温泉酒店，双人房型28000块左右。西到伊大扫码头，历来温德武温泉酒店4人房型一暝要18000外块。房价的话，其实这个也是反映在说饭店提供的它的一个软硬体上面。台湾国内游览的介绍，尤其是饭店的房间介绍，这几年来拢互人嫌伤贵。不过日月潭5000级的酒店的业者认为讲，有无价美景，加上提供车花服务，拢会当互民众感受到有这个价单。1万块起跳，卖数已经变成日月潭宽湖饭店的基本款。高级的饭店一间对一间来，嘛引起5000级酒店的抢人客大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